大家平安，我是蔡师母。我看似乐观，其实却是一个软弱不足的人。面对服事的压力和种种的困境，我有时候会觉得裹足不前和灰心丧志的时刻。但是上帝很爱我，拣选我成为中保代祷的同工。每次踏进祷告室，我就会被上帝提醒，我不能只看见自己的软弱或需要，而是要定睛在上帝信实跟慈爱当中，为着教会跟兄姐的欠缺摆上忠心的祷告。于是软弱的我因此便能够重新得力，并拥有从他而来的信心跟勇气，一次次学习挪去生命路上大大小小的石头，驻足欣赏身旁上帝创造美丽的风景。感谢主，让我从过去的富强教会到现在的双联教会有8年多的时间，能够持续参与在中保代祷的行列当中。在其中，我更深深体会到主如何让祷告的同工们在不同的时段，因着同心合一在内室中的祷告，一步一步看见他的心意被满足，他的心事被成就。雅各书4章8节说道：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当我们选择贴近上帝的心时，我们的生命就会被他触摸，能跟阿爸天父有如此亲密美好的关系，真是身为儿女的福气啊！代祷者的服事就像一艘福音船，航行中的燃料，唯有源源不断的燃烧再燃烧，才能够启动，航向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在此诚心的邀请我所敬爱的兄姐跟家人们，一同来加入中保代祷的行列。相信当我们愿意将渺小的自己全然摆在上帝的施恩宝座前，来寻求他的面，我们就可以用信心的眼睛跨越限制，看到上帝丰富的爱，并经历他奇妙的作为。我被感动进入内室，享受与神亲密的时光。你呢？愿不愿意也一起来享受与神同工的美好时刻呢？